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Hi-Fi 發燒台。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對咧外形極之優雅、聲音亦都非常獨特嘅坐地喇叭，就係嚟自愛沙尼亞 Estelan YB Mark II 香檳金版本啊！咁第一眼咧望到呢對喇叭咧，相信大家都會被佢咧好有藝術感嘅線條吸引住啊！佢嘅流線型嘅聲箱設計就好似咧一位着住長裙正喺度咧優雅跳舞嘅少女啊，美感十足啊！咁而且佔地面積唔算大，所以入屋指數咧一定滿分啊！唔信就問問咧同你一齊睇片嘅另一半啦。可能有人會質疑咧，愛沙尼亞呢個北歐小國到底識唔識做喇叭？咁其實咧，愛沙尼亞咧本身係一個咧以歌唱立國嘅民族啊。咁當地人民咧都非常喜歡唱歌，有極之深厚嘅音樂文化同埋根基啊。一個咁中意音樂嘅民族，又點會做唔出會唱歌嘅好喇叭？再加上咧 Estelan 嘅創辦人兼首席設計師咧 Alfred Vasulkov， 佢創立品牌之前咧已經擁有超過20年咧幫其他知名大廠咧設計喇叭嘅豐富經驗啊。技術底子咧非常深厚啊！講到呢對 YB Mark II 最精彩嘅地方咧，就一定要講佢嘅聲箱物料同埋極之特殊嘅非對稱設計啊！廠方咧完全放棄咗傳統 MDF 同埋咧難以做成特別形狀嘅金屬咧嚟做喇叭聲箱啊！用咗自家研發以大理石粉末為主嘅專利複合物料，以鑄造方式去成型啊！呢種物料嘅密度咧係極高同埋極之堅硬啊！差唔多咧完全冇呢個聲箱共振啊！再加上咧左右唔對稱同埋完全冇平衡面嘅圓潤流線嘅外形啊，可以徹底咧消除聲箱裏邊嘅駐波同埋反射啊，又可以將呢個前帳板嘅邊緣嘅繞射咧減到最低啊！令到單元發出嚟嘅聲波完全唔會受到干擾啊！就可以營造出咧極之純粹、正確、穩定嘅立體音場啊！驟變的音階，類似起跌，如童年月蹉跎。別人的歌，別人風光，藏着我一生痛楚。YB Mark II 咧係一對咧3路3單元全封密聲箱設計嘅喇叭，用到嘅單元咧都講究啊！首先咧單元排列咧都比較特別啊！最高一隻咧係嚟自嘅 Scanspeed 5.8寸螺旋貼面嘅指盤中音，有呢個指膜物料嘅自然溫暖帶有人性化音色，而上面貼面咧可以減少呢個盤分裂，減低失真，令到聲音咧更加乾淨啊！而高音咧就係呢個中音下面嘅設計咧，令到高音咧可以啱啱咧同人耳高度差唔多啊！會令到呢個音場結像更加好、更加準確。而呢隻高音單元咧就係呢個 Scanpeace 26mm 皮高音啊！皮金屬質量輕，但係剛性高，所以咧有好好嘅高頻伸延。細節豐富得嚟咧，又唔會吉耳啊！至於低音單元咧，都好貼近呢個地面啊，係一隻咧 CA 8.6寸嘅鋁金屬振膜嘅低音單元啊，質量堅硬，反應極快，而且向內側傾斜45度擺放啊，能夠咧大幅減少牆身嘅反射同左右聲道低頻對沖嘅問題啊！無論咧面對嘅大細聆聽環境咧，都可以適應啊！初步試聽咧，覺得對喇叭都幾敏感啊！要玩靚佢咧，都有啲要求啊！首先咧，靈敏度得86個 dB， 阻抗咧喺個6ohm，所以咧要發揮到佢咧，想聽到龐大嘅動態、低頻下潛同埋豐富嘅細節咧，對於擴音機嘅推力同埋控制力咧，都有相當高嘅要求啊！今次咧就配咗呢部咧 Audiofight FLS 10 Mark II 8 ohm 嗰陣時咧有200瓦輸出啊，都可以應付得嚟啊！不過咧，如果用啲細瓦數嘅膽機咧，可能就勉強啲啊！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啦，可能喺個小缺
缺點啊，就係喇叭接線位啊。佢咧喺呢個 single wide 嘅設計，用咗一個 Cades 嘅攝線柱啊，本來咧都幾好接嘅。不過咧為咗喇叭好睇咧，接線位咧都 set 得好低啊，真係要趴低咧先可以接到線啊。如果要用一啲比較硬身粗壯嘅喇叭線咧，插線嗰時咧就唔好心急，要有啲耐性啊。不過諗深一層，為咗咁完美嘅外形同埋工藝，呢少少嘅妥協咧都可以接受。喇叭擺位方面，我覺得咧同一般喇叭擺法差唔多，主要咧以前面嘅中音同埋高音為依據嚟擺，咁啊擺到人聲正常結像，低音咧就會自然流暢。咁如果咧真係覺得咧低音過多，廠方建議咧可以將個低音單元咧向外擺試試。咁啊擺好晒位啦，正式開聲。咁啊 YB Mark II 咧俾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個音質咧有種高級感啊，咁係無添加同埋極之自然嘅。咁佢嘅音色係非常乾淨，完全冇呢個誇張嘅修飾啊。咁樂器嘅線條感都好，聲音好通透，中頻人聲係有少少厚暖度，聽落咧會更加有情感，都好夠順滑同埋舒服。願可做你若下那對爛泥來守你，我被你身上那污穢別輕視我，縱是這種爛泥能滋潤你。之前咧講到愛沙尼亞咧係一個愛唱歌嘅民族啊，咁啊當然啦要聽聽佢播呢個人聲嘅表現啊，咁啊就用咧最難播得好嘅女高音嚟試試，咁啊細心聽過之後咧，發覺咧真係不愧為愛唱歌嘅民族啊，好輕鬆咧就聽到人聲嘅演繹細節，有一種咧好溫和嘅包圍感，咁完全咧唔會有一種刺耳感，仲有人聲嘅高度咧係啱啱好啊，可能同高音位置有關係啊，咁啊另外啦，雖然低音同其他兩個單元咧有所距離啊，不過聲音銜接得非常流暢。三頻過渡得天衣無縫啊！整體感強烈之餘咧，亦都將音樂裏邊嘅微動態同埋演繹情緒咧，毫無保留咁樣呈現出嚟啊！可能咧同呢個聲箱非對稱嘅設計啊，加上個物料夠硬淨啊，佢營造出嚟嘅 3D 感、樂器嘅定位感同埋音場嘅深度咧都好出色啊！咁啊坐喺皇帝位咧，一對喇叭咧就好似喺面前消失。當聽個大型交響樂，樂團咧就好似喺一對喇叭之後咧向兩邊線形咁排開啊！咁每個樂組發聲嘅位置準確而穩定啊！咁啊整體好乾淨。仲有咧唔好睇少呢對喇叭兩隻咧，好似唔係好大嘅低音單元啊！咁其實佢嘅低頻量感咧都厲害啊！出嚟嘅表現咧都有驚喜啊！低音唔單止咧有亮感、彈性十足、收放自如，唔會有一嚿嚿或者混濁嘅感覺啊！就算咧播啲大編制嘅爆棚場面咧，動態對比咧都依然層次分明啊！整體嚟講咧 Estalon 呢一對 YB Mark II 唔單止係一對喇叭，簡直咧係一件藝術品啊！咁啊擺放喺面前咧，唔單止咧聽到美妙嘅音樂，視覺上咧都係一種享受啊！咁啊只要配搭一部咧推力同埋控制力足夠嘅擴音機咧，佢就能夠俾到你咧美妙嘅音樂享受啊！咁如果你追求呢個極致嘅藝術美感，同時咧又想聽呢個乾淨真實嘅聲音表現，咁呢對喇叭咧絕對值得你去親身去感受一下。好啦，今次嘅試聽咧就差唔多啦。咁呢對咁靚仔嘅 YB Mark II咧，除咗呢個香檳金之外咧，大家會中意啲咩顏色咧？歡迎咧喺下邊留言分享下。好啦，我哋下條片見。